黑沙村民互助會3月14日中午12時舉行黑沙村大王寶誕慶典。會長張大文表示，大王寶誕於2020年6月被納入澳門新一批非物質文遺列表項目，足證寶誕的歷史和文化價值。黑沙村大王廟至今有100多年歷史，是村內最具歷史價值的廟宇建築。每年值農曆2月15日大王寶誕之際，村民舉行系列慶祝活動，傳承傳統風俗文化，豐富村民文娛活動，促進村民團結，弘揚互敬互愛的優良傳統。去年該廟因飽受風雨剝蝕，廟內磚牆出現滲水痕跡和剝落，部分神像受損。感謝文化局迅速派員修復，免遭更大的破壞。大王廟與日後本澳最大的青少年活動體驗營相鄰，建議未來可結合黑沙的歷史文化活化和推廣，並期望預留大王廟前地空間作為舉行廟宇、客家文化活動的場所。未來將繼續加強灣區客家人的連結，特別是梅州市和五華縣的交流，推動帶有客家文化元素的美食文化傳承、非遺技藝學習等。互助會同仁期望與政府相關部門繼續攜手合作，為保育和推廣黑沙村珍貴的歷史及自然資源作貢獻。興啊！旺啊！